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咗香港新聞連線嘅時間，我係蕭豬豬。今日係2025年5月21號星期三，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呢則新聞嘅標題啊。香格里拉對話聚焦印太局勢，中方缺席成疑，馬克龍嘅演說成為焦點。根據《金融時報》嘅報道，亞洲區內最重要嘅安全高峰會香格里拉對話將會喺5月30號至到6月1號喺新加坡嗰度舉行。作為美中防長接觸嘅主要平台之一，呢個論壇近年嚟嘅地位就日益提升。不過最新嘅消息指，中國國防部長董軍或者將會缺席今屆嘅對話，理由就唔清楚啦。同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將會親自發表開幕演講，引起國際高度關注。據消息人士透露，董軍預料唔會出席今次嘅香格里拉對話。雖然北京仍然有可能臨時轉態，但係喺距離開幕得返2個星期嘅情況之下，機會就唔高啦。呢個決定可能會令到中國錯失一個向亞太地區展示立場同埋提升形象嘅重要場合。喺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中國防長嘅缺席就被認為可能削弱雙方防務對話嘅進度。睇返喺過去10年，香格里拉對話一向都係美中高級軍事官員交流嘅少有場合，尤其係喺雙方嘅互訪次數減少之後，呢個平台就更加不可或缺啦。近年，中國代表團喺論壇中經常受到嚟自美國同埋其他印太國家代表對於台灣同南海行動嘅批評。喺舊年2024年，董軍就曾經親自出席，並且就相關質疑作出正面回應，重申所謂嘅中國全球安全理念。至於今次嘅缺席，或者會令到中國喺呢啲議題上失聲，反映出地緣政治博弈進一步升溫。喺另一方面，法國總統馬克龍將會為今屆嘅對話帶嚟另一道聚光燈。根據路透社嘅報道，馬克龍將會喺5月25號訪問越南，去到27號就會轉赴印尼，並且喺5月30號嘅香格里拉對話開幕日發表演講。國際戰略研究所簡稱 IISS 已經確認呢項安排。馬克龍預計會針對法國喺印太地區嘅戰略角色發表睇法。作為歐洲領袖之一，佢嘅講話相信會涵蓋區域安全、氣候變化同埋多邊合作，為對話注入歐洲嘅視角。睇返香格里拉對話係由 IISS 主辦，目標係促進亞太地區安全對話，吸引多國防長、外交官同埋學者參與。隨住南海問題嘅升溫，仲有台灣局勢緊張，呢個平台就成為討論敏感議題嘅熱門舞台啦。2024年嘅會議中，美中防長曾經就台灣海峽以及南海展開唇槍舌劍，凸顯論壇嘅影響力同埋爭議性。預計喺2025年，香格里拉對話將會繼續圍繞南海爭議、台灣議題以及印太地區安全挑戰展開。馬克龍演講有望為討論注入平衡觀點，而中國嘅代表團到時嘅動向亦都會成為焦點。至於中國到底會唔會派出其他嘅高層官員出席呢，都仍然有待觀察。我哋一齊嚟睇下下一則新聞嘅標題啊！以色列空襲加沙，讓數十死，國際譴責聲浪再升溫，法國促即時停火。以色列喺5月20號對加沙地帶再度發動空襲，造成至少50人至到60人嘅死亡，當中包括唔少嘅婦女同埋小朋友。空襲目標涵蓋民居、學校同埋收容所，引發國際社會強烈譴責。法國、英國同埋加拿大都紛紛向以色列施壓，要求即時停火，否則或者會面臨制裁同埋外交後果。根據加沙衛生部門統計，當日北加沙一個庇護所同埋民宅被擊中，導致22人喪生，其中有超過一半係婦孺。而代爾巴拉克、魯塞拉特同汗尤尼斯等地亦都傳出多宗嘅死傷，單日嘅死亡人數估計超過60人。雖然路透社同美聯社嘅報道數字略有出入但係都指出平民傷亡相當嚴重。睇返由2023年10月爆發戰爭至今，已經有超過5.3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此外，加沙嘅人道狀況持續惡化。聯合國表示，如果要維持當地嘅基本生活，每日就起碼要有500架救援卡車入境。但係喺尋日5月20號就只係得5架成功入到加沙。雖然以色列稍為放寬封鎖，但係援助量就遠遠追唔上需求。200萬人口中，大部分人都無家可歸，醫院已經爆滿，燃料、糧食同埋藥品嚴重短缺。據加沙衛生部發言人艾爾德克拉嘅形容，空襲令到一啲家庭直接喺登記冊上被抹走。對此，聯合國就警告，如果唔即刻展開大規模嘅援助嘅話，數以千計嘅嬰兒有可能因為飢餓而死亡。另外，法國外交部長塞茹爾內喺記者會上就直言，加沙已經變成死亡之地，批評以色列嘅行動係盲目暴力，強調救援必須要即時、全面同埋無障礙咁樣進入加沙。佢聯同英國同埋加拿大嘅外長喺5月19號發表聯合聲明，敦促以色列即刻停止攻勢，否則會考慮實際行動，包括經濟制裁。據消息透露，法國正考慮喺6月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並重新審視歐盟同以色列嘅聯繫協定。若果認定違反人權嘅話，唔排除會終止雙邊貿易優惠。若果落實，將會代表歐洲對以色列立場出現重大轉變。面對批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就強烈反駁，指一旦屈服國際壓力嘅話，就等於獎勵哈馬斯。佢形容今次戰爭係文明對抗野蠻嘅鬥爭，表示軍事行動會繼續，直至到哈馬斯被徹底剷除。只不過以色列嘅內部都開始出現反對聲音，退役將軍兼前政客戈蘭就直斥軍方殺鷹為樂，批評當前政策只會令到以色列陷入國際孤立。至於英國同加拿大就已經表態支持法國嘅立場，如果以色列冇改變政策嘅話，唔排除會配合法國採取聯合行動。雖然制裁嘅細節仲未落實，但係已經有多個國家着手審視同以色列之間嘅軍火交易以及經貿合作。好啦，呢則新聞報道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收聽，懇請大家喺聽新聞之餘，記得訂閱埋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啦。仲有請大家幫手留言、俾 like 同埋 share 埋條 link 俾你哋嘅朋友，等更加多嘅網友可以分享到香港新聞連線嘅報道。多謝大家，下一節新聞時間再會。Plan B 葡萄酒咧係一種好靚嘅酒，無論係送禮或者自己飲都好。呢個係法國 Plan B Lit the Moment Chateau PB Bordeaux 2018 Plan B Lit the Moment Champagne Cheaper， 呢個都係比頓山莊紅酒嘅 Premium 版。你可以想像一種葡萄酒能夠打破咗傳統嘅界限，帶嚟全新嘅感受同體驗。Plan B 就係一種咁嘅酒，佢係500年傳奇莊園 Château Bourbon。Plan B 咧係莊園最優秀、最珍貴嘅土地。呢種非凡嘅葡萄酒，以大膽創新嘅精神，重新定義傳統，專為嗰啲不僅追求美酒，仲渴望創新、個性同卓越嘅人。仲由世界知名嘅釀酒師 Stephanie Tautant親手打造，係歷史同大膽創造嘅完美和諧係點燃你嘅生命嘅。嗱，呢支第一支9折899蚊，係好靚嘅酒，大家試下呢啲靚酒，係一種創新精神。第二支7折，呢個咧第一支呢個仲名貴 Lit the Moment 燃點你嘅人生嘅。第一支9折1512，第二支1176，係要試下嘅，鍾意飲酒嘅人係。